其實同瑞瑞多啲傾偈嘅，講真係嘅，同佢多啲傾偈嘅，係啦，因為佢性格就係嗰啲點講咧，男仔頭咯，係啦，唔似有啲就唔煩咯，我覺得幾好嘅，即係。追佢啊！唉，美麗啲好難講噶嘛，係咪先？勿忘初衷，有時啊真係好難噶。好多愛情通常都係苦苦堅持，竟已沒意思。金剛同瑞瑞決定唔再堅持嚕。金剛提出分手，傳瑞瑞自殺要挾，舊愛 Avis 話祝福佢。金剛遇上美女，總係冇得開花結果噶。大師啊大師，呢啲係咪宿命嚟噶？今日有報道話，拍咗近3年拖嘅佢哋緣盡啦。報道話分手原因唔係咩第三者，係金剛覺得兩個人性格唔夾，成日嘈。既然兩個人唔開心，不如分開變單身。金剛認咗分手噶啦，話係今個月初自己主動提出嘅。與其成日嘈，不如早啲分開咁話喎。依家金剛已經搬嚟愛巢噶啦，但係有指瑞瑞一時仲未接受到分手嘅事實啦，唔肯回應之餘，又話金剛未搬走晒屋企啲嘢。而我哋仲收到消息，其實金剛1年之前已經向瑞瑞提出分手噶啦，但係瑞瑞唔單止唔肯，仲以自殺要挾金剛。金剛當時唔想女朋友有事，咪忍住先咯。忍咗1年，要發生噶始終都係發生咗。唉，其實當初金剛追瑞瑞都唔係咁容易噶。事關呢，瑞瑞同周秀娜舊愛 Avis 大前年爆緋聞，但係冇幾耐就傳出 Avis 暗交瑞瑞嘅室友 Yumi， 兩人恩愛成恨。喺呢個時候，金剛就英雄護美，力追瑞瑞之餘，仲幫瑞瑞向 Avis 開罵戰啊！最後成功奪得瑞瑞歸。尋日我哋就揾咗 Avis 問下佢對瑞瑞分手嘅睇法。咁而家聽到佢分手，咁我都係咪好突然？祝福佢，咪祝福佢快啲揾到個哦。但係你會唔會介紹啲男仔俾佢識啊？我諗唔需要啦，我諗佢身邊都好多噶啦。咁我哋都祝福佢哋快啲有下一段美好嘅姻緣啦。